大家好，我係鬼哥啦。咁我基本上做一個電影有關嘅 YouTube channel 嘅。啱啱就睇完呢一部 BSV 嘅成人電影啦，我係非常之驚豔嘅。因為咧，其實以前一般嗰啲港產舊式嗰啲愛情動作片咧係追唔落噶嘛，即係動作又好生硬啊，演員又尷尬咁樣咧。今次咧完全唔同啦，即係感覺上係突破咗另一個層次，即係好似以為而家新嘅呢一啲動作片追得過追得落咯，即係無論係視覺上啊、聽覺上啊、運鏡啊、角度上面咧，都媲美一啲日本啊或者外國級嘅水平嘅。咁另外我想講咧就係啲文戲啊，通常啲文戲咧，就算我哋睇一啲日本啊或者其他地區嘅愛情動作片咧，我哋都會發覺咧文戲嘅鏡頭咧好似跳 cut 咁樣啊，好唔接啊，啲空間感又好似唔知去咗邊一個人，或者怪點解個位唔同啊唔啱啊咁樣啊，但係估唔到喎，啲文戲嘅運鏡咧都幾有電影感嘅喎，我就睇咗一部啦，就睇咗阿癲癲嗰部啦，我直頭覺得佢唔係演緊戲㗎啦，係有真實經歷過呢件事㗎啦，佢當中咧有幾種唔同嘅情緒混合喺入邊嘅，因為講緊一個禁室培育啦，唔甘心又有啲唔情願，享受與唔享受之間嗰種混合式嘅演技，我就覺得係拍案叫絕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嗱，咁啊正所謂成人電影都係電影啊嘛，咁啊仲要咧有人斥資咧拍呢個港產片俾大家睇喎，有咁嘅水準又追得落，我就覺得大家可以支持下啦。